讲到樱花，最近咱台湾人拢咧烧樱花，新的市民呢，真正有够好运，有够幸福。因想要看樱花，唔免出国嘛，唔免搬山过岭，伫市区的新德公园，何丁英即马当咧开花，而且有850丛，成真的人呢，大家小巷啊，包括呢规个花啊，拢出来咧赏樱花。是讲这个花莲嘛是输人毋输阵，花莲这个花海就比较较神秘，是用当地这个红林溪边的河川地种真济波斯菊，形成水边黄色的花海。估计这个花期会持续到元宵。花开甲清清，新德公园内底樱花已经开啊！游客唔免出国，唔免爬山，轻松散步就会使享受真介优秀的花海。今年还没有去赏樱，就刚好路过，就来看一下。这种的是何丁樱真淡雅，花瓣第二头的壳变做粉红色，有850丛左右。花已经开8成，而且有爸爸妈妈带幼儿啊做回来体验。因为有看到网络上人家讲说这边的樱花盛开，非常的漂亮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想说带宝宝过来这边一起野餐。规家花啊做花出来佚佗，不过想要看花嘛要抓准时机。除了新德，花莲的凤林溪畔毛花开始咧开。波斯菊充满热力，游客来这除了会使看花，阁听会到水声和虫咧叫的声，享受大自然。利用我们的河川地啊，平时闲置的土地呢，来做花海。这里空气也很好，又离开市区不会很远。河堤边啊，阁有真侪樟仔树和加冬树，空气真清，变作凤林镇最近上热门的景点。花期会一直到元宵节，陪伴民众做花过好年。